Hello Hello，各位新朋友舊朋友，無論你有參加我嘅7+5呢個 program 或者冇參加，只要你係話認識到 Terra 或者喜歡精油嘅話呢，我都想同你分享呢。我最近聽到 David Sean 呢9分多鐘嘅響年會嘅分享呢，我非常非常之感動。我將會呢將我呢個7+5嘅 program 入邊嘅內容，響未來嘅6個月入邊呢，係配合 David 所講嘅呢個以家庭為中心嘅精油事業咧嘅各方面嘅好處咧，整合成為一個係6個禮拜嘅 program。無論你係4月、5月、6月參加都好咧，我係可以運用我哋嘅工具 David 嘅一種嘅智慧，或者整個 business 對社會嘅影響咧，希望為你帶嚟一啲嘅非常好嘅價值。咁我係喺過去由2月底3月初嘅時候咧，就講緊呢個7+5，5個禮拜。咁呢7日咧係大家互相認識，你了解我哋公司啦，我哋背後嘅初衷啦，我哋嘅文化啦，我哋嘅產品啦，我哋嘅工具啦，我哋嘅支援，我哋各方面嘅 support 咧，係能夠令到咧，如果你決定響7日嘅時候，呢7日咧亦都唔係完全係需要面對面嘅。我第一浪咧，我就係3個鐘頭第一日，同埋第7日嘅3個鐘頭，然後中間咧係2、3、4、5、6咧係每日係45分鐘嘅一個 online。咁我再將佢縮短咗咧，係呢3個鐘頭咧會變咗係1個鐘頭嘅一個 summary，你可以睇我線上就得噶啦。咁日常咧係半個鐘頭呢5天入邊。好啦，呢7日過咗之後，呢7日過咗之後咧，你係最尾嗰日咧，你會睇到哦，原來呢件事係好值得我做嘅。咁我哋咪 design 去做咯。如果你話咦，我暫時都未得嘅話咧，你係可以選擇響5月再參加，或者6月再參加。我喺4、5、6月咧，希望鋪排到咧，令我哋公司嘅呢個獎勵旅遊又好，今年成個 incentive program 又好咧，係能夠令到大家可以喺明年年初1月嘅時候咧，一齊去到公司嘅精油研討會喺富國島。咁如果能夠令到公司請你哋一班人4、5、6個可以一齊去富國島嗰度攞咗一個 bungalow，然後去連續4、5日咧去 enjoy 呢個咁豐盛嘅旅程。因為咧，我哋舊年有1400人去到呢個郵輪，前年係有1600幾人咧去到呢個阿布扎比嘅 program 咧。我可以話，如果你願意投放呢7日時間嘅話咧，你會清楚知道咧呢個5個禮拜呢個leadership program PIPES，包括係健康嘅生活嘅嘢啦，包括係呢本嘅100零幾頁嘅健康事業嘅創業指南啦。但係我哋從來都唔逼人買嘢，從來都唔監人買嘢嘅。但係呢度咧係我幾十年嘅營銷啊、管理啊、學習啊、訓練嘅一啲嘅我見過做得最好嘅一啲嘅 leadership program，而且佢唔淨只有理論，佢有好多實踐，有好多嘅互動。同埋咧，能夠幫大家掌握到一啲嘅，即係你應該有嘅能耐咧，再加埋最重要、最重要咧，係有好嘅工具。喺未來，無論喺香港好、中國大陸好、世界各地好咧，都可能喺一啲嘅比較困難啲嘅日子入邊咧，我哋大家點樣能夠仍然係可以係心情好好、健康好好，可以突圍而出，唔淨止幫到你自己，仲可以幫到好多人嘅。咁我長話短説啦，我希望能夠咧，你可以參與我未來嘅日子入邊咧，我每日都會有10分鐘嘅講解呢一本書啦。咁 and then 咧就話會有啲功課俾你做啦，希望能夠令到你嘅家庭、事業、健康同埋朋友嘅關係咧，都不斷咁進步，不斷咁提升嘅。因為咧係成長比成功重要，完成比完美重要。呢啲都係 David 嘅核心思想啦。我哋希望能夠係 family first 嘅。令到你咧由你自己嘅 nucleus family 啦，甚至乎你個 extended family 咧，即係話你自己本身嘅 family 啦，甚至延展到延伸到咧，同你一齊工作喺個生命入邊，雖然冇血緣，但係選擇走在一起嘅一齊成長伙伴，呢啲對我哋嚟講咧，都係好有感覺嘅家人咯。好嘛，我係 Stephen Tsai，今日同你哋分享住咁多，希望你哋可以喺我線上嘅 program 7+5嘅 program 嚟參與，做我哋呢個咁好嘅、咁有滿足感嘅、咁幫到咁多人嘅一個 doTERRA 嘅精油事業。Thank you so much. See you soon. 拜拜。